石硤尾美彩樓多彩皇宮飲茶，港鐵石硤尾站尾出口出站後向前直行，去到南昌街過馬路，過馬路後向前直行，行多幾分鐘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6點半至11點29分，下午茶2點至4點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茶錢都係一樣，搭台10蚊，唔搭台2位起12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點心由18蚊至30蚊，下午茶點心由21蚊至33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點心14個8起，早茶孖寶33個8，早茶超值孖寶33個8，鳳爪排骨飯份量適中，味道 OK。煎釀虎皮椒，虎皮椒煎得幾好，魚肉唔彈牙，再煎耐啲會好啲。百花蒸魚肚18個8，比較細件，蝦膠有蝦肉，新鮮彈牙，好食。魚肚就一般。下午茶極品燒鵝瀨19個8，脆皮 BB 鴿19個8，燒味湯粉麵28個8起，孖寶29個8起，粉麵飯68蚊。下午茶極品燒鵝瀨19個8。燒鵝同瀨粉分開上，燒鵝保持質素，皮脆好食。脆皮 BB 鴿19個8，隻鴿比較細隻，入味唔錯。點心孖寶29個8，香煎釀青椒。下午茶又叫咗煎釀虎皮椒，今次煎得好過早茶嗰碟。灼生菜魚滑，魚滑唔夠熱，味道正常。早茶埋單80蚊。下午茶埋單98蚊。